你知唔知日本超過300萬人，有80幾個日本姓氏都係中國人漢高祖劉邦嘅後裔，甚至連日本人食嘅壽司都係中國傳過去嘅。嗱，《三國演義》大家都睇過㗎啦。咁我問你，劉備啊、曹操、孫權啊，佢哋3個邊個仔係最犀利嘅呢？咁肯定係曹操啦。嗱，佢個仔曹植7步成詩，寫出咗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曹丕呢，文武雙全啊，但係冷酷深沉，佢逼漢朝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退位，自己做咗皇帝，建立咗魏國喎。咁啊，漢獻帝退位之後呢，就被貶咗去河南焦作嗰度做地主。咁啊，眨下眼過咗70年啦。當時呢，漢獻帝第5代元孫叫做劉阿芝。咁啊，劉阿芝好醒目，因為嗰時啱好係西晉末年啊，八王之亂，司馬氏內鬥，天下大亂，老百姓命仔分分鐘凍過水。咁啊，劉阿芝呢就帶住2000幾個族人啊，就漂洋過海去咗日本。咁啊，當時日本天皇呢一睇，哇，係漢朝皇帝嘅後裔嚟到啊，咁啊夾道歡迎啦。咁啊，劉阿芝將乜嘢帶咗過去呢？將種水稻、養蠶啊、織布啊，中國嘅呢啲管理朝廷啊、財務運作啊、法律啊、曆法啊、禮儀，全部交俾日本人。所以日本嘅國力喺劉阿芝帶動之下，忽然間提升咗100倍。歷史係有記載，當時日本天皇呢係賜劉阿芝叫做東漢氏主。咁啊，劉阿芝有一次呢同天皇食飯，就發現日本人好中意食魚生，但係啲魚生呢放2日就全部臭晒、腥晒啊！咁啊，日本天皇覺得咁樣好嘥料啊，食唔晒嘅魚點算呢？咁啊，劉阿芝話：嗱，天皇有個方法話俾你知，我哋中國人呢，佢係用米去保鮮嘅。嗱，只要將啲米呢煮熟佢，跟住加啲鹽啊，將啲魚疊喺上邊，跟住再疊一層米，再疊魚，再疊米，咁好似漢堡包疊到咁高，放落個甕入邊，咁啊可以保鮮，將啲魚肉保鮮幾個月，咁樣層層疊呢，就係壽司最原始嘅狀態。嗱，你而家去日本料理店門口啊，見到呢2隻字啊，呢個叫炸，呢個叫偽，就係劉阿芝帶過去嘅漢朝古漢字，即係表示醃過嘅魚肉。日本用到而家嗱，咁啊劉阿芝呢生咗好多仔女，佢嘅孫呢，因為數學成績好好啊，當時呢係被天皇嗌做財務顧問，咁啊將成個日本嘅財政大權交喺佢手上，跟住仲賜佢姓大藏，從此大藏家族一直掌管古代日本嘅財務，咁佢嘅名呢就變咗日本財政部嘅名叫大藏省喎。大藏省呢個詞一直用到2001年啊，好似日本而家嘅姓氏原田、秋月、丹波、坂前、波多江、高橋都係劉阿芝嘅後代嚟㗎。好似日本漫畫家畫足球小將嘅高橋陽一啦，亂馬二分一嘅高橋留美子都係劉氏嘅後人嚟㗎。所以冇中華文明嘅饋贈，就冇日本今日嘅發展。